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申命记12章28节到32节，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撒旦的处所。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？诗篇27篇第4节说：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赞扬他的荣美，寻求他的引导。基督徒的盼望是一生一世的要住在上帝的家里。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，基督徒就不应该要离开上帝的道路。但是怎么有人会去拜偶像，离开上帝呢？基督徒是应许的选民，是要来得救恩、领受上帝应许的人。因此摩西在教导以色列的人的时候，就经常的提醒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。申命记12章28节到32节记载说：你们要忠实遵守我一切的命令，你们和子孙就会长久，事事顺利，因为你们做的事是对的，是上主你们的上帝所喜欢的。不但如此，摩西更进一步在29节到32节所说的，他说不可以去敬拜偶像，他警告他们：你们占领别族的土地后，上主你们的上帝要消灭这些民族，你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，在那里去定居。上主消灭别族后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随从他们的宗教习俗，因为那将带来悲惨的结局。你们也不可查问他们怎样崇拜他们的神明，不可模仿他们的仪式，不可用他们的仪式来敬拜上主你们的上帝，因为他们在崇拜中做上主所憎恨的事情。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儿女当成祭牲，在祭坛上焚烧，献给他们的神明。你们要切实遵守所吩咐的一切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减少。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别的神明。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在出埃及记20章，摩西就已经在领受上帝十诫的当中，非常明白的禁止他们不可以拜偶像的，因为除了上帝以外，别无拯救。摩西的十诫中更强调了上帝是极恶的上帝，他的子民若是敬拜偶像，上帝必要处罚。正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说的，特别是偶像神明献上自己的儿子或是女儿，敬拜偶像是被禁止的，因为敬拜偶像就是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住进了撒旦魔鬼的家了。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说：
给别迦摩教会的信，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天使，说那位有双刃利剑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撒旦称王的地方，但你对我忠诚，甚至当我忠心的见证人，在安提帕代撒旦的地盘被杀害时，你也没有放弃对我的信心。不过有些事我要责备你，你们当中有人听从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引诱巴勒，教唆以色列人犯罪，吃祭过的偶像的食物，又犯淫乱的行为。同样，你们当中有人听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，所以你要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马上就来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这些人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至于那得胜的人，我要赐下那隐藏着的玛拿，我也要给他一块白石头，上面写着新的名字。这名字除了接受的人，别人都不认得。今天读经分享标题这个外语部分，牧师是以西班牙文写的哈。那因为呢，牧师以前住的加州有许多地名甚至路名都是用西班牙文写的。那我到美国居住的第2个屋子的街名就是 Diablo， 这是西班牙语文的哈。这个名字让我跟一位天主教的修士开始有了对话分享，那我们的内容就从这个街道的名字谈到了信仰，也谈到了像如同今天启示录经文所提醒的，基督徒虽然是活在这个充满诱惑、许多谬误的世界，但我们真的必须要悔改，要忠诚，要坚定的相信，即便是我们是住在撒旦的家，也要对上帝非常的忠心。诗篇111篇，颂赞上主。要赞美上主，我要一心一意感谢上主，在他正直子民的聚会中感谢他。上主的作为多么奇伟，凡喜爱的人都愿意明白。他的作为充满尊荣威严，他的公义永垂不朽。上主使我们记得他所行的奇事，他有恩典充满怜悯，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，他永远记住他所立的约。他向他的子民显示大能，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他们。他一切的作为都信实公正，他的诫命确实可靠，他的命令永远有效，按照信实与公义典立。他救赎他的子民，与他们立永久的约。他神圣可畏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他赐名字给遵行他命令的人，他应该永远受颂赞。求主帮助我们活在这世界，心向上帝，忠心的服侍上帝，
不可让我们入了迷惑，能够警醒持续的服侍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